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第一，父母着孝敬，几条三笑有神明。一年长老老，父亲节一天，母亲节一天。不过老爸老母对囝儿逝世关心是365天，你讲看有影无？国情今日特别招所有观众朋友，咱做伙来听王玉川老师篇章的四句联，来讲起劝人友好这款的情理。四句联讲：父母拖磨为着囝，透风落雨也着行。有人为囝拼性命，若要友好斟酌听。生有过手加酒芳，生无钱换落地帮。父母温情非常重，唔通忤逆是大人。是啦，这正民间的俗语话。生有过手加酒芳，大家拢来甲你闹热，大家拢来甲你斗欢喜。不过咱嘛知讲，较早医疗都无遮尔进步，医疗较落伍的时代，真侪是生无过手，钱换落地帮，目睭都要磕落去。啊，老爸老母伟大，毋是讲干那生咱尔，搁较宝贵是咧请咱。我相信讲咱镜头边真侪做老母的，咧祈求神明，三支香举起来，家己的名毋捌报，家己的代志透底都毋捌求。拢是咧求讲，互我的翁婿生理都要做好进展，家庭都要圆满。求讲，互我的囝儿逝世，都要学业进步，都要身体勇健。老母就是遮尔啊伟大。啊，毋过咱也知影讲，真侪做人囝儿的，当然一路行一直噗去，对头前认真去冲，认真去拼。有当着啊嘛袂记咧，袂记咧讲，老母教咱穿鞋，教咱行路，教咱排骹棒去读书。啊，教咱讲一步一步，是愈离开老母愈远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毋则讲俗语话伫咧甲咱教讲，父母在生的时阵，咱也甲友好，担保的心意，伊就会真欢喜啊。四句联讲，父母在生一粒豆，看赢死伫咧拜猪头。大鼓花车恁拢好，等我朋友真敖交。大愈闹热愈闹气，等我朋友交规堆。厝边隔壁烧米脆，大愈闹热会愈落水。这篇四句联就是爱讲甲，袂输敢若互你看到镜头，互你看到一幕一幕的情景共款。这王玉川老师就是咧讲父母在生的时阵，咱友好一粒豆，看赢死伫咧拜猪头。啊，有真侪人死才咧做场面哦，讲大鼓花车恁拢好，等讲我朋友真敖交，讲者点外钟啦。来讲者大愈闹热吼，我甲你讲，你会愈闹气。四句联咧甲咱教讲厝边头尾若知影咱不好，伊会烧米脆。人的喙真毒啦，大愈闹热到落尾是会愈落水，这是警戒，这也是提醒的。